民之难治，老百姓难的管理，以其上之有为，恰恰是他的上司啊，太有作为了，所以啊难治。现在台湾嘛，有个说搞选情啊，不管哪个党派嘛要作秀，大陆呢想升官，今天是一个镇长，明天想当县长，他就要表现出他有政绩。今天开发一块地方，明天到外面招商引资搞个工厂进来，然后他就有资本了，他就提拔做一个省长。他这么的一做，不管那个情况适不适合他那一个县，适不适合他那个镇，他的这种作为啊，实际上是对当地资源、那个当地的那个经济，常常是一种损害。他一走，因为他不是长期的，下面来一个县长，是新官不理旧官事。那个招商引资那个房子啊，修到半截就没有修了，劳民伤财。你说这个地方怎么搞得好啊？所以老百姓他就不听话了呢。老百姓不听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他把他的批判的矛头直在上位的领导，爱护着在下位的民众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老子。所以这样的老子啊，多几个这样老人家该多好啊。第四个例子不讲了啊，他这三个最大的宝：慈、俭和不敢为天下先。不敢为天下先招引了许多人的批判，说中国人自甘堕落，没有志向，软弱无能，是因为老子的教导。老子说要不敢为天下先，所以他这是一个消极的思想，甚至是一个反动的思想。我说你才反动呢，不敢为天下先，你是怎么理解？老子也没有说发展生产不敢为天下先，是不是？他这个不敢为天下先，那个杀人放火敢为天下先，你去做吧，你行不行呢？当然不敢为天下先的事情有很多不能够敢的啊。那美国现在是对中国是又爱又怕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一个情感，是吧？他是不是敢为天下先，把一个那个核武器到中国天津、上海、北京放一个呢？他不敢。这样的不敢为天下先是必须的，应当的。哦，你胆子天大，是吧？你到外边你搞个诈骗公司，诈骗许多人的财产，你那个敢为天下先啊？好了，对于老子其人呢，基本介绍到这儿。下面说两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就是汉朝的时候，有人说老子这个文章写得太好了，这样的文章在他那个时候写不出来的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过，所以有人怀疑啊，这个老子啊，是不是有这个人？这个书啊，是不是他的？在那里好像我认为是嗡叫的议论了一通之后，没有结果。到上个世纪，首先首当其冲被批判的是孔老二，不提他的大名了，也不避讳了，不是什么知识先师了，就是孔老二了。批了孔老二之后，就又来批老子，又有一批人说这个老子是不是有这个人哦？他能不能写出这个书喽？从20-30年代开始到1946年8月为止，为什么呢？是这个郭沫若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实批判书》，那一年8月发表了，从此呢就安静了几十年。但是上个世纪
就是1980几年之后，大陆又有人提这些事。我说你这些人吃饭，这是占饱了没事做，你管他有没有这个人，反正不是你写的，是不是？反正有个叫做李丹的人写了，而且李丹只有那么100-200年的司马迁记不清楚，你就那么记得清楚啊？啊，司马迁写那个东西的时候，那是很严肃的，很谨慎的，史官那个一笔啊，不能够乱下笔的。他一定是尽了他的努力，收集了资料才能动笔的。你有多少资料，你在那里猜测、幻想、想象出来了，你有一个伟大的发现。现在有些人无法出名，想搞这么一些个邪门外道来出名，哎，可悲哎！你看那个演艺界风臭，谁某某某两个有绯闻，然后谁说的？张三说的，张三就出名了。这是人没有道德了。但是顾闵仲有道理，说这个你怀疑来怀疑去，你没有一个确实的依据啊。这个你说这个啊，有没有这个人，没有依据就不能说，你不能作为有依据的来说。你说这个文章摆在那里，你不管他是谁写的，只看这个文章就得了。好，第二个是老子其书这本书做个介绍。主要内容啊，就是《道德经》啊，前38章是叫做《道经》，后43章就叫做《德经》。《道经》主要是讲关于道的一些事，《德经》主要是讲关于德的一些事，但是道和德它没有决然分开。只是大家这么想这么说罢了，因为大家叫习惯了，我们也就叫做《道德经》吧。他得说了些什么？我这里那个这个介绍的这个是很多啊，不止一个人。老师们啊，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在其他书上也可以看到对于《道德经》主要内容的一个概述。也别吵了，很辛苦的。你不是闭着眼睛听一听还好些。这个呢有一点啊，我们讲课之后，这些每要做牒。做牒的话呢，